塔板套拉盖至该省苏怀特方向的铁路建设。蒙古国政府矿业与重工业部、道路交通运输发展部、额尔登斯套拉盖股份公司、蒙古铁路国有股份公司、发保商塔板套拉盖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总承包商波迪国际有限责任公司。蒙古国首次建成了一级无交叉口重载年度货运量为3到5千万吨煤炭的铁路。这是国内公司出资并通过由蒙古企业与蒙古工程师建设完成的塔板套拉盖至甘肃苏怀图综合体项目。自2015年起停摆5年的铁路建设，计划从2019年开工，并将2022年全面开通。塔板套拉盖铁路公司被选为业主执行监控，波迪国际公司被选为总承包商，项目按时顺利实施完工。2012年，项目路线的第一个土地和管道工程开工，开始项目工作。2015年，由于资金的原因，建设已无限期停工。于2018年，根据蒙古国政府2018年第242号决议，授予塔板套拉盖铁路公司特别许可证，用于建设塔板套拉盖至甘肃苏怀图铁路的基础结构。2019年，项目准备工作已开始，项目执行者根据蒙古国政府第304号决议，确定塔板套拉盖铁路有限公司的股权。额尔登斯套拉盖股份公司占 66%， 蒙古铁路公司占 34%。召开了投资者会议，最终决定由额尔登斯套拉盖公司投资塔板套拉盖至甘肃苏怀图铁路项目，阐明可行性研究，并确定之前已完工工程的损坏情况，因此确定了待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规模，并与项目总承包商波迪国际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工程总承包合同。2020年，在项目现场进行了土地清理工作，与当地政府合作，对沿路擅自定居造成环境污染的个人和企业进行了搬迁。2020年3月1日，塔板套拉盖至甘肃苏怀图综合体项目在项目现场开工建设。在疫情的艰难时期，边境关闭，货物供应中断，面临人力和其他障碍的挑战，但建设工作继续顺利进行，使项目总完成率达到了 53%。2021年第4季度，项目总完工率达到了 72%。塔板套拉盖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由于与中国国家能源集团公司组织了3次视频会议的结果，制定并确认了2家公司之间确定边界点的会议纪要。塔板套拉盖至甘肃苏怀图铁路线覆盖南戈壁省超戈特旗及巴彦阿保、汉堡格的苏木地区，从塔板套拉盖到甘肃苏怀图港口的主干道长 233.6 公里，是一条在各个方向引入新创新的铁路，包括 SCADA 和 Tether 数字无线电系统的信号通信、半自动拦截系统、无交叉轨道的焊接技术和机车车辆等。铁路等级1等级，主干道长 233.6 公里，总长度 321.6 公里，铁轨 UIC 60，轨距1520，舟重25吨，2台车站，6台会让站，16座桥梁。OCC 综合控制中心、GPRS GNSS 火车定位查询系统13台，5题系统，460公里的光缆安装。在塔板套拉盖至甘肃苏怀图铁路建设工作范围内，完成了地基和铺轨、通信信号、建筑、能源、机车车辆和其维修厂等6条工作。2022年，波迪国际公司已将塔板套拉盖至甘肃苏怀图铁路综合项目的上下结构、综合管理中心和会让站建设等全部建设移交给国家委员会。塔板套拉盖变电站的扩建区、泽日勒变电站、曼杭变电站、供给会让站的5座变电站和210公里夹控电力线已通电投运。
集装箱运输的平板火车和货物铲车移交给塔板套拉盖铁路公司。塔板套拉盖至甘省苏怀图和塔板套拉盖至宗巴扬方向的两条铁路有22公里的铁路相连。蒙古政府会议讨论并解决了穿越甘省苏怀图甘旗毛渡口岸国界线的铁路边界线确定问题。甘省苏怀图甘旗毛渡口岸与铁路相连，将成为蒙中两国时隔60多年后开辟第二条铁路道口的历史事件。塔板套拉盖铁路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成果，从煤矿到甘旗毛渡口岸的煤炭出口运输成本将从每吨46.8美元降至12.1美元，每吨价格下降3.8倍。随着铁路的完备，占有蒙古国出口量1/3的煤炭行业的出口量将增加2倍，每年平均给国家缴纳4420万美元的税款。从塔板套拉盖至甘省苏怀图口岸公路汽运时，平均每年发生291起车祸，而铁路运输可将此减少到17倍。永久性工作岗位将增加2000位，生畜牧场的破坏、灰尘、噪音、土壤和空气污染将减少74%。我方特此感谢所有齐心协力参与推动我国发展的新世纪的伟大项目，铁路建设的3000多名工程师、技术人员、专家，634家国内外企业、支持者和合作伙伴。项目执行者蒙古国政府和融资方鄂尔登斯套拉盖股份公司。这将是召唤所有蒙古人向往繁荣和更美好未来的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塔板套拉盖至甘省苏怀图铁路。蒙古国政府、额尔登斯套拉盖股份公司、塔板套拉盖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波迪国际有限责任公司。